黃琪琪，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有目共賞，63啊慢咗嗰隻嚟㗎。好啦，愛心神區都縮咗喺後邊位置嘅，前面快㗎嘛，外邊有和平波啊，走入邊啦，遨遊武士走上去帶啦，第3位又遙遙領先啊。咁啊，第4位就加州動員啦，內欄第5啊，遊龍串鳳啊，後多層啊馬啦，紅眼罩跟住個第6位啦，外邊喜蓮勇敢啦，埋邊黃衫啊當年情啦，後邊嘅4匹馬愛心神區63粉紅帽有目共賞咧，就暫時響尾3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常拼常用同埋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遨遊武士好順利擺到喺前面走啊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就和平波嚟㗎，遙遙領先啊第3位，落後2-3個馬位啊，加州動員啊第4位，內欄第5遊龍串鳳第6位紅眼罩喜蓮勇敢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分別有當年情啦，尾4藍白格仔3，咁啊有呢隻呢，咁啊就係較係被動啲嘅愛心神區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分別係有目共賞、常拼常用啊，標誌5支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遨遊武士佔先嘅和平波外邊第2位啊，遙遙領先呢就最近咗噶啦，內欄第4係遊龍串鳳啦，第5位呢就加州動員啦，第6位紅眼罩喜蓮勇敢啊，愛心神區亦都上咗啲啦，咁啊響入邊呢隻有目共賞啊，跟住啊當年情啊，後邊2匹常拼常用為標誌5支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和平波透出咗啊，咁啊見到中檔追嘅馬有呢隻就遙遙領先啊，中檔上有加州動員啦，外邊喜蓮勇敢啦，馬林中間63有目共賞揾緊位啊，出邊仲有隻愛心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透出咗，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中間位置有遙遙領先，越逼越近，外邊係加州動員第1名，外邊冚上嚟，加州入邊係和平波第4名嘅馬呢，嗰隻有目共賞同埋外邊喜蓮勇敢需要影相。都真係追足成條直路啊，追得到啊！呢隻加州動員臨尾飛燈飛到馬道巴道，遙遙領先就跑過第2，和平波第3。